这条歌就安尼，只是安尼尔。所以这条歌咱爱吟唱过来变了，直到咱甚至若飞起来。真简单的歌吼，总是咱会当一直吟唱，至少吟唱3遍以上。然后要吟唱几遍，我要请咱的长老来指挥到停止为止，吼。咱做伙透过这首诗歌，咱来吟唱看卖吼，来预备先，预备来。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天先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因公，只剩我的主。过来一遍来。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天先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因公，只剩我的主。上尾一遍来。现在，现在，现在，我心天先来尊重，我心尽在对你因公，只剩我的主。这是咱搁来献开圣诗第156首。咱来听琴弹一遍。搁相思阮。心神正义，互阮用圣洁服侍你，心存敬虔吟诗。来，咱来吟这条祈祷的歌吼，来做伙来吟来。主爱的白所听的主，救赎阮的罪孽。歌唱使我心心正义，互阮用圣洁服侍你，心存敬虔吟诗。咱来读第20个歌词，做伙来读来。阮爱学习在早书读。伫加利利的海，受主景调，家业无爱，专心缀主入心灵界，常常欢喜服侍。第20个歌词唱看卖啊，来预备来。我爱学习在早书读的加利利的海，受主定调，敬仰无爱，专心地主日心天界，常常欢喜服侍。咱透过这首诗歌，咱做伙祈祷，学主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透过咱做伙的敬拜，愿主的话、主圣神，甲咱做伙伫地。
各位兄弟，大家平安。时间已经到，咱要三角来敬拜，请走啊！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只有对伊求一项，互我一世人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荣光，找求伊的指示。三角的吟诗圣诗292首，圣在圣在圣在。咱这首诗咱要吟5遍。请起立，咱吟5遍。现在，现在，现在，我心恳切来尊重，我心情在对你应供，体现我的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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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请坐。是的，请咱议员徛地，咱用四道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色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勒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打坐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搁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的赦免，肉体搁活，永远的活命。阿免，请坐。三甲的启应，启应文32篇。启应文32篇，也是诗篇130篇。咱用交托的方式，我来启，兄弟来引。启应文32篇，也是诗篇130篇。上主啊，我对深面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话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上天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三甲同心来祈祷。创造万物的主宰，愿感谢你，引带愿来到主日，来到你的面前。阮要用欢喜的心，开声学乐你的圣名。求你神来感动阮，阮看见你极大的疼痛。亲爱的主，阮感谢你，因为你的道成肉体，为世间人带来盼望。愿知你有慈悲，佮充满怜悯，愿你施阮赏赐拯救，互阮通进入主的疼痛恩典中。求你帮助阮，甲阮所爱的亲人。因为你的恩典，互阮的罪过，通得到赦免，病得到医治。因为接受福音的救恩，同齐三甲称义，互阮阁有喜乐，那江河时常陪伴阮。今仔日是中秋主日，普世的教会纪念主为人类的罪来受难，是阮的主。恳求你催逼阮每一人的心，互阮愿意效法你的样相，互阮意爱三思你的教示，意爱上主成做阮的倚靠甲引带，互阮行事无偏离你的诫命、你的教示，遵行你的所教的，谦卑甲主来同行。阮也要为着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恳求主医治安慰的信手临到，软心倒退，求主加添因的信心，火热因的心，出外当兵的，求主保守因，拢得到平安。这时，阮阁要对你的罗卜的喙领受你的教示，求圣神临在阮的中间，安静阮的心。通过吴牧师的喙，开拓你的道理，成做阮日常生活的帮助。阮伫你面前感恩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大家来看上帝的话，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22章39到46节。今仔要读是路加福音22章39节到46节。
和合本记载第117页，现代翻译的译本第193页。伫咱周报后面有记载。路加福音22章39至46节，上帝话安尼记载：耶稣出去，照常去橄榄山，门徒对伊去，到迄个所在，伊甲因讲，着祈祷，才袂含落试探。然后伊离开因，到迄石头会到遐远的所在。跪落去祈祷，讲：爸啊，你若肯，求你将即个杯甲我摕开，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着照你的旨意实现。43节，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来赞伊的力。耶稣非常痛苦，愈热切祈祷，伊的肝亲像大地火地热。大点的火滴落地，祈祷煞，耶稣徛起来，倒去门徒遐，看到因因为忧伤煞困去，伊就甲因讲：恁哪得困？起来祈祷，才袂陷落试探。愿上帝祝福听伊话搁去行的人，赞美上面堂客，今仔要现的诗是人若拄着忧闷伤悲。正道，今仔日牧师要分享的题目：愿你的旨意成就。
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咱真久少年团契应该是对去年9月份到现在开始聚会了第一遍的献诗。听到因的声音伫这个会堂内底，带咱敬拜上帝，感谢上帝赏赐，互咱真正有真大的福气。所以这时我嘛要邀请你，虽然我本来有计讲今仔日应该人较少熟看，因为今仔日拄好是年假的第2日，天气嘛无真好势，总是上帝的祝福要甲咱做伙伫地，所以我要邀请你边仔的人讲，嘿，有你伫的真好。有你在真好。爱真正真好哦吼！你看到边仔的人爱真心讲有你真好哦吼。好，咱做伙来祈祷。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阮知，阮实在有侪的软者甲看路，祝你知影阮是遮尔软者的人。阮会讲毋对话，做毋对代志。阮会离开你，阮会拄着试炼。主，阮拢遮的，阮知影你拢知。求上帝帮咱扶持，互阮对你来得到快乐甲祝福。帮助阮，互阮伫听候的时阵，也知阮的主必然要来甲阮做伙伫地，必然会救伫阮伫深渊的内底。求上帝赏赐的怜悯，帮助扶持，祝福带领，甲你的囝儿，你所听的囝儿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美国有一位新约学者罗梅奥，伊捌安尼讲，伊讲圣经是一本试探的册。什么会叫做试探？是安怎？伊会安尼讲？伊讲，规本圣经拢记载人怎样对抗试炼，就是试探。对创世纪的爱甸园开始，直到启示录，拢记载上帝百姓甲试探不断征战的故事。历代的信徒阿伯拉罕、约瑟、以色列百姓、大卫、耶稣的门徒，拢在甲试探来征战。总是伫甲这个试探征战的过程内底，咱有时赢。总是搁较侪，有可能咱是输的。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讲，人嘛时常咧试上帝，就亲像旷野内底的以色列人，基甸就是《使徒行传》第5章所记载的迄2个人，阿拿尼亚甲撒非勒。实际上，我认为上大的试炼就是试探。就伫耶稣的身躯顶头。今仔日是基督教传统的节期的棕树主日。棕树主日是要纪念耶稣骑驴仔入耶路撒冷，众人就举迄个棕树枝伫遐喊讲：何山那，何山那，何山那的意思就是救阮哦，救阮哦，迄救阮的意思。总是迄个救阮嘛，有一个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拯救的来啊。所以这是咧学了。换一句话来讲，棕树主日是咧领旨主耶稣做王的日子。就亲像咱今仔日有看到是物价顶头所放的迄个紫色的布共款，王。过去知识真少，所以只有王就是尊贵的人才有法度有知识。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当时的人亲像领旨耶稣，亲像咧领旨一个王入城，咱是咧纪念迄日。到今仔日，每一档的棕树主日，就是今仔日伫
今年的今仔日啦吼，随上伫耶路撒冷的迄段路顶头，每年拢有希腊正教的主教带领的活动，互做伙伫即天去到耶路撒冷，行上即条路的信徒，做伙行即条路来纪念主。因为安尼，中秋主日是欢迎主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做王的日子，总是事实上，主耶稣入耶路撒冷是准备要受苦，因为这上时也是耶稣基督伫这个世间上尾的一个礼拜。对明仔载开始，实际上对今仔日开始，基督徒就称这礼拜叫做受难周。对中秋主日到国活节，只有一礼拜，总是伫即礼拜的变化之大，对耶稣的试探之深，咱真歹想象。这就亲像主耶稣教咱安怎向上帝祈祷。路加福音11章第40尾段讲，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求你毋通互阮陷落当当袂起的试探。实际上，那巴克利的翻译较简单，咱可能学识叫做无得带阮入地市，对无？无得带阮入地市，可能较简单，总是省略这个祈祷。较原本的一点仔意思，这个一点仔意思就翻译伫新的译本内底，互咱会当读了更较清楚。这个祈祷到底咧祈祷啥物货？主耶稣其实是咧祈祷讲，教咱祈祷讲，求你毋通互阮陷落担当袂起的试探。换一句话来讲，咱毋是。带阮无得带阮入伫市啦。换一句话来讲，我莫免试探莫伫我身躯顶头。这个祈祷其实主要是咧主耶稣咧教咱讲，咱生命中就是充满侪试探，咱会困去的试探，咱会互魔鬼掠去的试探，啊，等下困眠就找着你。你的目睭就起来的试探，对无？这个世间其实充满侪试探。拍开电视广告就讲这爱买，这爱买，迄当是试探，是吧？对无？其实遮个拢是试探。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应该求上帝帮助咱的是啥物货？毋通互阮陷落伫迄个阮担当袂起的。是无毋对，咱拢时常咧拄着试探，总是求你帮助阮，互阮毋通迄个试探，互阮担当袂起，你教阮陷落伫试探内底，总是无陷落伫试探，是偌困难的。我相信咱大家拢小可知影，迄个是偌困难的代志啊！所以马丁路德捌用诗篇91篇。来讲到伊讲到诗篇91篇的第7节的时阵，伊是安尼讲，诗篇91篇的第7节是安尼讲：有几千人立落去你的道边，有几万人倒落去你的正边，才会灾难未临到你。马丁路德咧解说即句的时阵真趣味，伊认为即条。这首诗这个讲法，其实是写出生命中遐个对倒边来的试探，甲正边来的试探。伊讲，咱生命中倒边来的迄个试探叫做软正的一面啊。啥物话叫做软正的一面？迄就是咱拄着病痛、丧凶以及冤屈，咱拄着这的时阵，咱会软正。假使咱若互即个试探较赢，咱会受气，咱甚至会向上帝抗议：上帝啊，你是安尼对待我？那安尼，
咱的心会充满苦毒，充满怨恨，滴到心内硬，对上帝抗议，然后否认家己的罪性加过犯，这叫倒病。所以伊讲倒病有亏心人，你着去你的边仔吼倒病。正病呢？伊讲正病，阁有另外一个试探。这个试探是咱生命中迄个高峰的时阵啊。生命中咱拢有可能有拄着高峰的时阵，当咱事业成功、兴旺、得到荣耀、得到荣誉，会互咱家己看家己敢若真大的大面神，然后骄傲、自高加嫉妒，抵到咱袂去是上帝，只有相信家己，失去对上帝的感谢，甲对人的疼。所以咱拢有正面甲倒面的这个试探。这是马丁路德安尼解释。实际上，我认为主耶稣伫即礼拜内底，伊拢拄着。伫入城的时阵，迄个众人喊话，安尼是毋是真荣耀？嘿，做王啊呢，何塞那呢？总是伫即礼拜内底，主耶稣也共款要拄着，伊家己知，伊也共款要拄着迄个上苦楚、互人冤屈的迄面。就亲像即暝伫耶路撒冷的楼顶，咱称这个楼叫做马可楼的房间内底，伫充满羊肉、苦菜甲身躯的臭味的迄个房间内底行出了后，路加福音22章39节是安尼写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耶稣出去，照常去橄榄山，门徒缀伊去。耶稣甲门徒行入这个真清爽、真开阔的橄榄树林。福音书咧对咱讲，伫耶路撒冷的期间，主耶稣甲伊的门徒，日时耶稣甲伊的门徒应该是入去到圣殿内底咧教示遮的众人，然后暝时就转去到橄榄山来歇困。路加福音22章40节刷落去，安尼讲，圣经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到迄个所在，伊甲因讲，着祈祷才袂陷落试探。马太甲马可拢对咱讲，迄个所在，路加只有甲咱讲迄个所在，总是马太甲马可甲咱讲迄个所在的名叫做克西马尼园。然后马太甲马可拢另外佫记载伫即段经文内底，佫另外记载一个段落，就是耶稣另外佫带彼得、雅各甲约翰，因4个人就形成佫较核心的祈祷的同伴。然后不管安怎，迄个偌核心的祈祷同伴拢无效。就是当主伫园内咧祈祷的时阵，遮个门徒困一片。真侪人认为这应该是因暗时食饭的时阵有啉酒的关系。路加嘛无提起，遮个门徒困去，所以耶稣有3遍。所以马太甲马可其实写了佫较详细些看，有3遍去叫遮个门徒讲：恁爱清醒啊，恁爱清醒啊。不过真明显，这个所在是耶稣甲伊的门徒时常去到遐就停留伫迄个所在咧祈祷，因为是遮个学生有了之中，因想讲遮着真安全，有了之中，所以因着真安心来歇困。就真正伫遐困去吼，也因为安尼，就是伫黑暗暝内底，犹大甲伊的同伴就通真直接找到耶稣的原因，因为犹大知影迄个所在，
你上好歹啊，暗时暗暝蒙沙，要去倒找，一定是上熟悉路的人，带路到法度找着，对无？所以犹大，因为伊是耶稣的学生，所以伊才有法度找着耶稣。所以这个所在是啥物货？这个所在是耶稣离开群众了后，伊伫遐祈祷休困的所在，总是也是互人会当直接掠到耶稣的所在，因为无群众伫遐来阻挡。克西马尼对迄时开始，对所有军队耶稣的群体来讲，就象征这是一个祈祷退休的代名词。福音书咧对咱讲，耶稣就是时常祈祷上帝的囝，伫每一个真要紧性命会改变的所在，拢有耶稣伫遐祈祷的声音。耶稣时常一个人祈祷，有时也先找学生上船，留伊家己一个伫遐祈祷。总是伫即暝真特别的，伊来回想要叫醒伊的学生，就表示出伊人生的迄面。因为伫即暝祈祷内底，马可福音14章33节记载耶稣咧祈祷的时阵的状况。咱来读看卖啊！马可福音14章33节，做来读来，伊真惊吓，非常痛苦。亲爱兄弟姊妹，我认为有时阵咱拢有即种惊吓的事，咱拢会有即种毋知要安怎的事。有时阵，咱就是需要有人陪伫咱身躯边，无论是伫病院内底咧听候迄个手术的时间，就是咱所疼的人，即要离开，若有人伫咱的身躯边，甲咱做伙祈祷，用歌声来吟唱，甚至免出声，就点点陪伫咱的身躯边，咱拢感觉迄时会真安慰。伫咱生命每一个关键的时刻，其实迄时咱特别需要有人甲咱做伙伫地。总是即时的耶稣，伊却是一个人。路加福音22章41节是安尼描述即时的耶稣。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然后伊离开因到迄石头下到遐远的所在，跪落去祈祷。其实因距离并无偌远嘞，牵一粒石头会当牵偌远？就亲像棒球比赛讲会当牵遐远，迄嘛无偌远。实际上，伫祈祷中，咱会甲上帝拄着上帝，总是有当时啊，咱伫祈祷中，咱找袂着伊。伊迄个时阵，亲像无去啊，毋插咱啊。所以伫祈祷中，有时阵咱需要一段时间了后，才会当理解是安怎上帝要安尼做。总是伫迄个时阵，咱会惊吓，咱甚至会非常痛苦，就亲像耶稣共款。当 Mother Teresa 做修女了后，伊互天主教会派去加尔各答的 Saint Mary 女中，伊伫这个女中内底担任老师17冬，然后伊成做这个女中的校长。总是 Mother Teresa 这位修女，伊伫自传内底安尼描述，其实毋是伊的自传，是伊写批。伊写伊这中间，其实伊写真侪批。
伊写真侪批的描述，看起来亲像一切拢顺利平顺，总是当时的伊，每一遍祈祷内底拢听无上帝的声。这个时间，当要过60冬，伊形容当伊祈祷听无上帝的声的时阵，迄个叫做黑暗，一片的黑暗。伊讲，伫黑暗内底，我真歹想象我阁做会落，我阁有法度担任修女，我会当教学。伊真歹想象，伊一直祈祷、祈求帮助，拢无路用。咱来知影，伫天主教会内底，遮个修女、修妇、神父，拢会固定爱找人讲话。伊将伊的状况，伊的先辈、伊的先生来讲，拢无路用。直到1946年9月10号。迄时，伊为着要伫伊身躯顶头的病，就坐火车要对加尔各答去大吉林的伤院内底治疗甲休养。伫火车顶头的伊，迄个咱来知影，坐伫火车吼，迄门会拍开对无？啊，佮会关起来对无？吼，伫火车坐伫火车顶头，伊看到迄个门拍开，然后。突然间听到上帝声，然后迄个声，因为伊远远看到一个人就倒伫路边，伊突然间听到上帝声，迄个声叫做“我喙焦”。咱知影“我喙焦”这句话是主耶稣十字架顶头7句话内底其中一句，所以。对伊伫祈祷中一直咧追问，才互伊离开驾车的工课，去服侍送乡人中的送乡人，展开伊后半生涯影响全世界的使命。这是 Mother Teresa。当然，伊后来有得到奖，叫做诺贝尔和平奖，总是对伊来讲。伊真惊领奖，咱也读过的，咱就知影，伊真惊人的应邀关过上帝应邀。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亲爱兄弟姊妹，假使咱若陷落伫黑暗内底，无需要过头的惊吓，诗人咧对咱讲，咱甲上帝就亲像过洋的甲羊群，当伊带咱。进前甲咱做伙伫地时，咱迄时会经历欢喜、满足甲安全。总是真歹势，迄是顺境。有时阵就亲像天气，有出日头，有黑暗暝，甚至阁有落雨的时。当逆境来临的时，迄个光渐渐无去，咱。陷入黑暗内底，上帝亲像无去，安那叫拢听袂到伊的回应的时阵，代表是安尼描述迄款的情景。诗篇23篇第4节是安尼描述，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山谷，咱读到这，咱就知影是咧。回想迄个死荫的山谷的事，我虽然经过，总是我即摆已经毋是伫迄个所在啊。诗人咧形容行入生命上低的所在，迄个所在叫做死荫的山谷。啥物所在是死荫的山谷？是咱目着严重的病，受人的排斥，互人出卖。甚至感受到死亡即要来的时刻，这就是主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所亲身感受到的。因为安尼，咱会读到路加福音22章43节到44节的这段形容，
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有一个天使对天出现，来赞伊的力。耶稣非常痛苦，那如热切祈祷，伊的肝亲像大点火滴落地。伫迄时，咱真正需要上帝所赐的天使，加添咱的气力。主耶稣伫遮毋是得到一种真罕见的病，叫做血管病。有人讲这个血汗病吼，流汗跟啊流血，毋是吼，是路加咧描述耶稣伫祈祷的内底，这个祈祷的内底一直流汗，一直流汗，亲像流血共款。换一句话来讲，这是耶稣的痛苦。那亲像伫赛场顶头马拉松的跑者走到上尾一里，用要倒落去，迄款的艰苦。那安尼，即时的耶稣伊咧祈祷啥？是安怎？这个祈祷会互伊遮尔吃力，遮尔痛苦？圣经内底只有简单描述这个祈祷的内容，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讲爸啊，你若肯，求你将这个杯甲我摕开，总是毋通照我的意思，着照你的旨意实行。主耶稣对受苦有真深的理解。伫克西马尼园祈祷的时，伊已经知影，伊要伫遐食，互被交互掌管的。有圣经的译本翻译这做被出卖互掌管的。总是这毋那是只是犹太个人的所做尔，这嘛关系着上帝的旨意。保罗是安尼诠释主耶稣互人迷迄暝即款的情形。罗马书第4章25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为着咱的罪过，上帝将主耶稣交互人害死，佮为着要互咱甲上帝有合宜的关系，上帝有互伊个话。耶稣对这时，伫这个开始，伫这个祈祷了后，就被交付，就是用一句话讲，被交出。伊就展开一段甲伊前半生完全无共款的路途。对这伫遮以前，主耶稣讲话传道理，伊伫世界行游，伊主动做代志，充满智慧、关联甲气力。当伊被交出了后，刷落去，伊全然放弃控制一切的权力，伊受掠、受审判，伫大祭司、祭司头、王甲彼拉多的面前，互人戴上迄个刺皮的冕旒，上尾受钉伫十字架。亲爱兄弟姊妹，这叫做受苦。什么会受苦真正的意思？受苦真正的意思，就是承受别人行动的结果。真正的受苦是咱承受别人行动的结果。当耶稣讲完成啦，意思毋那是讲我完成所有我应该做的代志，这是天人的爸对我的呼召，遐所有应该做伫我身躯顶头的，我拢予伊发生。主耶稣被交付的时，
是现伊的呼召，毋单是伫伊主动做代志的时，也伫伊甘心领受责备的时。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文化内底，咱熟悉的文化内底，每一个人拢想要掌握一切，控制一切。咱的自尊通常就伫咱通主动掌握一切，咱甚至透过安尼来决定家己有价值啊无价值。总是事实上，咱对家己人生通把握的部分少了可能。真侪生命要紧的决定，包括咱出世、咱的皮肤、咱出世伫什么款的家庭，咱生做啥款，咱是生伫什么款的国家、甲土地，咱出世了后，伫地的社会阶层，咱的家庭背景，咱受教育的机会，侪时阵。其实毋是伫咱的手中，迄咱无法度控制。人生有时阵，咱通将家己无能为力的部分隐藏、无看，总是侪时阵，咱根本无法度来选择，只会当互人、代志甲环境来决定咱人生的方向。因为安尼有可能。咱的呼召、检采，只是上帝放伫咱眼前的挑战，或是任务而已。伫内底，咱行动或是受苦，总是假使咱是甲主做伙啉一杯，就是亲像咱顶礼拜的圣餐共款。咱甲主做伙啉一杯。这就是受交付的过程，那安尼就无啥物会通遗憾。就亲像保罗伊安尼讲，《腓立比书》第1章20节，保罗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我迫切期待甲毋望的，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笑。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有够野的勇气。是我也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咱爱知影保罗讲这句话的时阵，写这句话的时阵是伫倒？伊关伫监牢内底，所以伊才会讲：我互人关，但是我袂见笑，因为我知，毋是因为我的关系，我愿意或死或活。就是受关，我也要见证主伫我生命所呈现的荣耀。我相信耶稣伫克西马尼园的祈祷，也深刻、强烈感受到这项代志。伊既然知犹太会出卖伊，是安那伊袂迄时来逃走呢？伊既然知伊要出卖伊，是安那无呼叫天兵天将行神业奇事来改变这个状况呢？因为安尼，毋是照我家己的意思，是要成全上帝的旨意。其实这是极其痛苦的决定、挣扎甲交战。有无师捌安尼误读试探之字，就是解说这个雅各书的时，有人讲有无师安尼解说，我听真侪遍。无师安尼解说讲，试炼对上帝来，试探对魔鬼来。实际上，这字是中性的，试探这字是中性的。咱来知影这样代志，试探就是试探。所以，伊通做两种解说。第一种解说就是试看卖啊，就是亲像咱去 Costco， 迄个有人摕物件要互人试者，对无？
啊，试食了好食才买嘛，对吧？吼，所以试食，迄叫做试。所以共款，试是啥物意思？试探是啥物意思？是表明、证明你是毋是有纯的标准啊？就亲像黄金爱试了，才知影伊几克，对无？迄个叫做标准试，这个标准。所以换一句话来讲，咱要成做上帝的囝儿，试探就是证明咱的性命有下上帝国的标准啊无啊？咱拄着试探，要帮助咱来，咱安怎回应？迄个回应是要帮助咱，互咱更较清楚知，咱是毋是有下上帝国的标准？试探的第二种意思叫做困难，就是灾难。这就亲像中国的圣人叫做孟子所讲的：天若要讲迄个大任务，伫这个人身躯顶头，爱靠你的心智，互你的筋骨劳动，互你的身躯摇饿，互你身躯边拢无。透过安尼来试探你、试验你，互你知影是上帝天要互你更较大的任务。所以换一句话来讲，上帝互咱的困难或是灾难，有时拄拄好是要互咱更较大的使命甲任务。路加福音22章45、49、46节是安尼讲。这是上尾今仔咱所读的经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记得说，耶稣徛起来，倒去门徒遐，看到因为忧伤煞困去，伊就甲因讲：恁若在困，起来祈祷，才袂陷入试探。我真爱英文的圣经 The Living Bible。英文有一个 The Living Bible 翻译上帝先知哈巴谷所讲的话，伊是安尼讲：伊讲我计划这个代志有可能无随发生，迄时会用真慢、真稳定、确实的方式来逼近，直到异象应验。你若感觉时间过了真慢，莫绝望，因为这个代志必然要实现。只要持守耐心，应该发生的，一日拢袂延长。我真爱这个翻译，虽然伫和合本的翻译真短，这哈巴谷书第2章第2章第3节，总是我真爱这个翻译。亲爱兄弟姊妹。主耶稣其实咧教咱一项代志，咱拢会拄着试炼，咱拢会拄着试探。我拄拄讲过，歹势，你有空时啊坐伫遐，心内底就毋知走去倒啊。所以，生命中无可能无拄着试探，总是拄着试探的时，毋是坐伫遐赢尔。是坐伫遐来祈祷，起来祈祷，因为咱属灵生命的成熟，毋是1万年久就会发生，爱开时间向上帝祈祷。那安尼就是咱拄着困难、甲试探的时，甚至咱伫遐困去，当咱持续祈祷、不断祈祷、倚靠伊的时。咱会知，迄日，咱会听候到迄日，伊的旨意实现。咱做伙来祈祷。主求你怜悯阮，帮助阮，互阮知阮生命中有侪侪试探的时，求上帝引带救阮。当试探来临的时，互阮赢过试探，互阮知，当阮伫试探的内底，求上帝怜悯阮，帮助阮，
因为阮知你是人民的主，就是阮困去，你嘛永远袂困去。求上帝甲阮做伙伫地，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在我心。这是三甲来吟圣诗156首，圣诗156首，主爱的爸所听的主。请起立吟全首。主爱的爸所听的主，求赦阮得罪你，歌唱使我心心正义，互我应献给好赛的心存健康心心，原来还是在查苏道的加利利的海，受主坚强坚强无爱，专心的主日心灵界。常常欢喜放肆，我答应无心心添情，亲像点断山顶，求主甲爸教会正经，掌愿而主心的安宁，给天听主心情，原来安静各大恭敬，非主满心欢喜，会通听你今后假是愿你掌我承受真理，那家嘛那主意，求你是阮那天那好世度道前万象，求你度我优秀家呀，掌管一切所讲所行，有你和平三条。请坐，请坐。这是要来奉献，咱请吴文仁执事甲黄玉石执事来施献。
请起立来吟奉献的诗。阮撒加来亚头祈祷，听咱的主，阮感谢你收拾阮的恩典，为你的恩典，阮献出感谢。阮相信是你收拾，所以阮才有到伫你的面前徛咧。求你帮助阮，互阮所献的一切，拢会当有利于对你的囝儿、你的教会中，互阮所做的一切，所办理的一切事，拢会当合主你的心意。阮安尼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信主名求，阿门。请坐，请坐。报告的大声，咱来看今仔日的金句，伫天主单下面的所在，我读一遍，兄弟来读两遍。我迫切期待甲盼望的，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有够野的勇气，是活也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腓立比书1章20节，请。我迫切期待甲盼望的，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有够野的勇气，是活也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腓立比书1章20节，我迫切期待甲盼望的，就是无一项代志会互我见效。我时时刻刻。特别是现在有够野的勇气，是活也是死，通互基督通过我这个人得到荣耀。腓立比书1章20节。第二是下周的服侍人员甲周间的聚会，甲教育部相关的课程。另外就是小组聚会时间，甲奉献的明细，请咱家己来看。然后顶台的，这相关的中级来更正。消息报告，请掀开第3页。4月份的第月的中级长老是我本身，执事是李正义执事甲刘泰山执事。4月份定期的中级会要伫第2场。礼拜结束煞，伫701的教室来召开，请中级出席参会。会后要煞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主日4月初9是过活节的主日的礼拜，咱下礼拜要2场的礼拜要做伙举行，是为顶波9点30分开始。111年度第1学期的力学经名单，请咱家己来看。教会消息过活节受兰州的活动主题是空梦4月初5拜3暗时7点半是伫咱教会受兰州的祈祷会，请兄弟踊跃来参加。4月初7拜5暗时7点半是伫新德中会北一区举行联合圣餐的礼拜，地点是伫大园教会。4月初9主日顶晡9点半是过活节主日的礼拜迄天头拄报告过，咱是2场要合并圣歌队甲主日学要联合来献诗。第2项2023年学季学校已经开始报名相关的信息咱有搭伫咱的电梯甲公布栏有相关的信息活动的时间是7月初5到7月初9这个参与的对象是暑假了后先
小一到即个国中1年的小朋友甲青年吼。地点是伫咱教会，费用是一个人1000块吼。咱的周报顶面有 QR code， 若要报名是会当伫即个扫 QR code 来报名。主日2的进修班的课程请到办公室报名来准备，通以利准备即个相关的资料吼。即个有白话字班咱特别感谢课程院长了为即个咱的少年人甲咱的会友来开即个白话字班。具体消息主来即个陈荣华姐妹贾珍长老的妈妈吼4月初8顶埔10点。伫咱教会举行追思个别礼拜，请为伊为主来关心甲代祷。另外，即代祷的时限，咱有真侪兄弟姊妹集体拢伫即个病痛中间吼，请咱继续为这个集体来关心甲代祷请牧师来补充。我来补充2项代志，咱伫即个今仔日周报内底有2张内容，即张是要拜托咱大家去找，咱若发现讲咱隔壁厝边有小朋友，咱就招咱隔壁的厝边是社区的小朋友，就来分即张，邀请伊会当扫即个 QR code 来报名，然后咱嘛会当报名了，迄个纳钱了还有算吼，所以咱来注意即张吼，伫7月份的7月5号开始到7月6号就是7月8号歹势，7月5号到7月8号是即个差不多要活1礼拜吼，无到1礼拜，不过是顶下晡的时间，所以咱若发现讲咱边仔有一寡小朋友，国小的小朋友，若会当参与，我要邀请咱大家。可能咱厝内底可能无啥好，总是会当邀请咱隔壁的厝边囡仔做伙来参与咱教会的即个学几学校吼，学几学校愿上帝保守互遮的学生咧备办，今年真特别吼，哎哟，幸好有你啊，吼，结果看标题就知影是出来记记吼，幸好有你吼，真特别吼。另外一张是受难周的灵修，准备伫遮是要望咱对今仔日开始，咱会当透过顶头的圣经，请会记一咯吼。毋通惊读顶头的内容尔，因为我写真短，目的就是咱去读圣经了，小可看一下，然后做一祈祷，一礼拜吼，咱即礼拜检采别个时间可能拢袂记去读圣经吼。即礼拜无来读一点圣经看卖啊，会当照即张来读，逐日来读就好，免一工来读了吼，毋是安尼吼，就是要邀请咱大家每一工读这个圣经，然后小可读这个我伫遮所解说所写的，然后咱会当做一个祈祷，愿上帝帮咱，甲咱做伙伫即礼拜中，咱的教会也会有3场。活动，拜三的暗时特别要邀请咱大家来遮来到教会。拜三暗时7点半，伫咱的教会内底，咱要举行受难的公祷会。大部分拢是祈祷，嘛有一个真特别的圣餐，有一个祈祷，有一个大部分拢是祈祷啦吼，总是有吟诗祈祷圣餐吼，无讲道吼。所以，莫想讲要来听讲道，毋是吼，祈祷、吟诗、圣餐安尼吼，这是拜三公祷会暗时的代志，所以邀请咱大家若愿意会当来。我有设计一个真特别的活动啦吼，就是迄个祈祷的过程有一个真特别的过程，所以邀请咱大家做伙来参与这个受难周的祈祷会。拜五暗时，咱要去大园教会来参与北一区地汤园吼，汤地区北一区的联合长老教会联合圣餐礼拜。所以，假使咱若想讲拜五暗时有法度出来，
咱嘛会当互阮知影吼，互传进长老、互维民长老，也是我知影，到时阵会当帮咱小可安排咱的车位，甚至也协助看啥物人会当做伙去吼。然后后礼拜日，爱下日9点半，咱要有一场的礼拜。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咧，我嘛要邀请咱伫即礼拜内底受难手的过程，尽可能减少迄个欢喜。虽然即几工放假，有的人可能真欢喜啦吼，总是不要紧吼。就是其实主耶稣已经过活，所以其实免过头，都是求上帝特别也甲咱做伙伫咧，互咱透过即礼拜有上帝的祝福。特别刷落来即个拜六。我要邀请咱大家为着贾珍长老因一家来祈祷。陈荣华姐妹，贾陈荣华姐妹，伊有真辛苦的一生，总是上帝赏赐嘛接待伊、接纳伊，诚做伊的囝儿。所以我要嘛邀请咱大家会当为着因全家来祈祷，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这是咱三甲来吟上用圣诗391首，圣诗391首，俄勒天顶主宰，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请起立。阿勒天顶主宰，从这天地高海，保万民，朗朗的普天，关心阿勒兄弟，阿勒三位一体。百家相信，阿门。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咱大家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请坐。灭岛定乐。平安礼，请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你平安。